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楊俊賽馬專業嘅直播時間。今集想同大家講下伊波賽期最後一晚嘅賽事啦。星期六晚舉行嘅約克市錦標賽馬日，我嘅心水推介啦。咁當晚一共設有4場賽事啦，頭場開跑時間係晚上嘅9點25分，重頭戲就係 S5第2場啦。呢場約克市錦標啦，1400米嘅賽事嚟嘅。咁上年呢就正式升格成為1級賽啊。咁所以大家見到今年嘅參戰馬個水準呢，就的確係越嚟越高㗎啦。咁當晚一共設有2口馬 T 啦，分別呢就喺 S5第1、2、3同埋第4場舉行㗎。好啦，今次我2匹馬推介呢，先嚟 S5第1場啦。呢場就3歲馬讓賽啦，2771米嘅賽事，我最中意係隻石灰石啊！佢2歲嘅時候喺愛爾蘭出道啦，跑3次咧，全部都入晒3甲㗎。咁而去到今年踏入3歲咧，個表現係更上一層樓㗎。跑4場啦，贏咗3場，當中咧5月份喺場愛爾蘭嘅表列賽啦，私人作家錦標咧就輕鬆贏對手個零馬位贏馬嘅。咁而6月份咧就去咗雅士谷跑場2級賽啦，女王平賽入到直路佢係揈咗出去追嘅，咁但係貼欄咧有隻航海飄揚一路咧貼欄慳晒位，咁最終2隻馬叮當馬頭之下，呢隻石灰石僅僅以一個避位贏馬㗎。咁上一場巴黎大賽啦，1級賽對手太強啦，咁我覺得個敗績咧可以抹去嘅。今次跑翻讓賽啲對手唔同晒，我覺得呢匹馬咧係有機會可以保中㗎啦。好啦，再嚟就係 S5第2場啦，呢場約克市錦標1級賽1400米嘅賽事，我最中意呢係隻小抄東尼啊！今年5歲啦，2、3、4歲嘅時候，其實佢每年都贏一場，個表現呢恰如其分啦。咁但係踏入5歲，今年的確個表現呢係更加好㗎，跑5場贏咗2次。咁當中6月初呢，喺葉森馬場舉行嘅達勒灣錦標呢，其實佢去到最後嗰400米，騎師已經開始推騎㗎啦。咁最終憑佢一個強橫嘅鬥心咧，頂到尾贏馬。咁而6月份啦，喺雅士谷馬場舉行嘅女王安妮錦標咧，留後跑喎。咁但係入到直路，揈出去一條直路就已經殺晒爆冷咧，就贏到呢項1級賽冠軍。咁上一場咧，薩塞克斯錦標其實個對手再強啲啦，跑到第4名翻嚟，我覺得個表現可以接受嘅。今次咧就縮翻嚟1400米，咁而近日喺約克馬場呢一邊咧都有啲落雨嘅情況啊，有機會個場地係變化㗎。呢隻馬跑變化地咧係有加成㗎，所以我覺得呢匹小抄東尼咧係今場賽事嘅黑馬嚟嘅。好啦，今次嘅分享就嚟到呢度。如果想睇翻我其他場次推介咧，記得留意翻我嘅留言板啦。另外啦，星期六早上咧仲會越洋轉播啊，澳洲嘅雲絲仙子錦標賽馬日嘅8場賽事，仲有啦呢個馬上尋寶夏日上咧，記得玩啦，答啱問題就有機會得到咧價值5萬蚊嘅足金擺件啊！好啦，今集時間分享差唔多，我哋有機會再見啦，拜拜。